蔡英文总统针对瓜问题的批评，是替身边的亲信来抱不平。讲今仔日，若有人讲瓜市长身边的人拢贪污，阁未提出到证据，相信瓜市长嘛真无欢喜。蔡英文总统到行程，利用时间接受访问，看得出来表情严肃，就是要来回应台北市长瓜文天。柯文哲市长也承认，他昨天说的话是失言了哈。如果说有人说柯文哲市长身边人都贪污，没有拿出证据的话，我相信他也会非常不高兴的啦。各种发言的时候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负责任，要有证据哈。因为第一时间，总统府要求会室的瓜文天是安尼讲的：贪污案办到哪里去了？诈翁案办到哪里去了？依照法律跟证据哦。来进行调查跟做成结论。作为一个执政者，不能以情绪来处理问题。蔡英文讲，郭文天是用情绪来处理问题，无聊嘛对郭文天真不满。我身边人都已经有很多的不满跟委屈了哈。我认为是算道歉吗？他今天的话，你要不要回去问他？郭文天无回失的，伊佫讲国家资源乌白用嘛是贪污，和蔡英文佫翻头，倒来讲清楚。我们的税务跟税出是平衡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政府是有史以来最遵守财政纪律的一个政府。总统蔡英文离开时才有笑容，毕竟无人讲是贪污，无讲出来的人袂爽快。